彩寶盒。金代禪師好喜歡蘭花，佢種咗好多名貴嘅蘭花，對佢哋細心呵護，簡直係視之如命。咁有一日，佢要出外，吩咐啲徒弟要好好地照顧啲蘭花。不過估唔到有一次喺淋水嘅時候咧，其中有一個徒弟唔小心棘到蘭花架，哇！霎時之間，花盆同埋蘭花好似大珠小珠落地咁，廠外嘅徒弟手足無措，都唔知點好。金代禪師翻嚟嘅時候，呢個徒弟嗱嗱聲跪喺師父面前懺悔：師父啊，我將你心愛嘅蘭花掟到支離破碎，我願意接受任何嘅處罰，但係請師父慈悲，唔好發嬲。金代禪師聽完徒弟嘅話，好平淡咁講：我種蘭花，一係為咗供養佛祖，第二係為咗美化環境，我唔係為咗發嬲嚟種蘭花。我哋嚟到世界，唔係為咗發嬲而嚟，亦都唔係為咗煩惱而嚟。就好似夫妻嘅姻緣、兒女嘅教養、朋友嘅交往、同事嘅關係，能夠以金代禪師，我唔係為發嬲而嚟種蘭花嘅，咁彼此就唔會有誤會同埋爭執。心中有歡喜嘅人，處處都係賞心悅目嘅景色；心中有禪味嘅人，所聽到嘅係84000嘅詩偈。心中有佛嘅人，見人見事都係善人共聚，唔係為咗發嬲嚟到人間。呢句話為我哋趕走黑暗嘅情緒，開啟心靈嘅歡喜、無憂、安樂、和平嘅七彩寶盒。